先嚟一個友誼大測試嘅遊戲。好啊，係啊，我哋個監製咧特登揀噶，鬼明咧係配合翻你哋而家嘅造型啦，同埋嗰種童話 feel 噶。第一條問題就係，如果喺演唱會嘅演出期間，軒仔條褲突然間爆胎，仲要爆喺重要嘅部位，你哋估啊，王菀之即時係會有咩反應呢？ A 實係即刻攞嚟當笑話同全場嘅觀眾講啦。B 即刻向軒仔打眼色示意，喂，我頂住先，你喺升降台嗰邊走落去。C 試過啦，佢當咩事都冇發生，照唱。1、2、3，答案係 A。你哋嘅友誼第一嘢已經唔係好夾啦，真係唔係好 friend 嘅啫。嗱，樂壇呢有一個新人叫做降兩度，呢一位女新人呢，佢同入行多年嘅人妻Ivana，竟然喺樂壇成為叮當碼頭，受人哋評論或者炒作嘅單位。哇！呢個簡直係天后黑星啊！應該就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傳媒咧就話：哇，女歌手啲獎項一定係嗰兩個啦。結果被炒作成針鋒相對。仲有私下嘅佢哋咧，一定係不和嘅，咁啊炒到熱烘烘咁啦。但係其實佢哋私底下通常係咁形容嘅，交情甚篤咁樣啦，係咪？你哋私底下係好好嘅，降兩度同埋Ivana。咁你哋會點樣處理同埋點樣去面對年尾嘅頒獎禮呢？ A， 你哋估下，Ivana應該係會宣布唔再攞任何獎項，繼而退出，讓個獎俾降兩度嘅。B， Ivana 應該係會即刻刻意懷孕，跟住暫別樂壇。C， 降兩度呢係宣布唔再做女新人，做翻男人張敬軒，就同呢其他嘅男歌手角逐獎項啦。究竟係 A、B 定係 C 呢？冇 D 噶，你哋想有 D 啊 ？D 嘅話，即係降兩度係可以繼續同其他樂壇嘅男歌手搞緋聞啊！D 咧就係我會咧幫降兩度做 styling 咯，好想 dress 佢。咁啊，the end of 降兩度嘅 career。咦？你哋首次係贏咗喎，因為你哋一齊揀都係 out of A、B、C 嘅答案啊，好創意啊！如果真係要揀嘅話 A、B、C 你要揀咩 ？D。所以今次嘅演唱會係好豐富嘅，我覺得。而家突然間講翻演唱會，係啊，一個真係好尊重音樂嘅人，我哋兩個都會好忠於自己嗰個音樂世界、音樂風格，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嘅音樂 style 想 deliver 一啲咩 message。咁但係當你一齊去做一個 show 嘅時候，你亦都要 respect 翻呢個係一個一齊嘅 stage， 你唔可以掛住自己喺度，我有嘢想講，我有嘢想講，然之後咧就唔顧全成個 show， 要 deliver 一個咩整體嘅感覺俾人。所以咧，其實都會。反映咗就係喺我寫呢隻主題曲嗰度嘅，即係如果我落筆寫一隻畫意，或者我落筆寫來自火星咁樣，係啦，即係寫一隻或者即係最好的咁樣，即係冷嘅歌。咁但係係咪要咁樣？即係佢哋兩個一定要係整首好勁嘅，跟住或者哇勁歌熱舞，嗡字爆煙花，即係你喺隻歌度聽到煙花咁樣嘅，係咪要咁啊？勁啊！煙花！喂，排咗冇想睇呢一 part。好啦，交俾你啦，到時為你而家嘅煙花。好啦，以下落嚟勁歌熱舞。我哋咧一定要叫聽眾咧上88.903.com睇翻視電台，呢兩隻嘢直情上咗身嘅，你睇下啦，再嚟一番舞蹈添。